calling on the God of Jacob, whose love endures through generation. I know that you will keep your covenant.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Moses, the one who opened up the ocean. I need you now to do the same thing for me.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now. How I need you now. Oh rock of ages, I'm standing on your faithfulness, on your faithfulness.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Mary, whose favor rests upon the lonely. I know with you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David, who made a shepherd boy courageous. I may not face Goliath, but I've got my own giants.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now. How I need you now. Oh rock of ages, I'm standing on your faithfulness, on your faithfulness. It's your faithfulness I stand on, Jesus. You heard your children then, you hear your children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nswered prayers back then, and you will answer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were providing then, you are providing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moved in power then, God moved in power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were a healer, you
Come and fill me again. Come and fill me again.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Jacob, whose love endures through generation. I know that you will keep your covenant.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Moses, the one who opened up the ocean. I need you now to do the same thing for me.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now. How I need you now. Oh rock of ages, I'm standing on your faithfulness, on your faithfulness.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Mary, whose favor rests. 看一下，有没有调整到震动或者静音的位置？我们不要让手机的铃声来影响我们的敬拜。谢谢。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要一起站立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神的恩典跟他的荣耀要降临在我们当中。阿们吗？将天敞开，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神，用拍手来赞美。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天上的父神。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的一生都要来荣耀主，我们都要有神在我们当中，求主来充满我们。哦，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永恒话语赐下无限生命，用恩典的馨香气息祝福这地，让我们全心跟随你带领。哦，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慈爱浇灌，以心和耕耘，用无数的白昼黑夜孕育这地，舒服的人情，感人的心情，现在都只愿以基督的心为心。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
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感谢主耶稣，他在升天以前对我们说，将要赐下圣灵保惠师，时刻与我们同在。在这个时刻，我们要邀请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充满我们的心。我们也要等候圣灵，圣灵要与我们同在。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升高，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我要追求你主，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我要追求你主，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时候要一起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我们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我们可以用祷告来表达我们的感恩。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
亲爱的主耶稣，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每一天给我们有新的一天。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神，我们信靠你，我们仰望你，你是我们尊荣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能保持与你有好关系。恳求主按照你美好的旨意为我们开路，顺服上帝你的旨意。谢谢主，现在我们献上金钱、时间、才能，为主所用。经主悦纳，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是出于《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我们一起来，请。可是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充满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甚至到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再来一次。可是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充满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甚至到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使徒行传1章8节。好，我们有几件教会的事情要一起来关心。第一个，今天是刚好是端午连假，所以我们的主日爱餐是暂停的，小组聚会也是暂停的。从这个星期三开始，6月4号一直到7月11号，我们要开始使徒行传的圣经共读，是在清晨的6点半到7点。我们会用 Google Meet 的方式欢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上线来参与。6月4号星期三的晚上7点半也有333的祷告会，这次我们要为了毕业生以及他们的生涯来祷告。我们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来领受上帝的赐福。一样是星期三，这是在早上的10点30分到12点这是线上的讲座，是王荣一牧师的梦的成长史松大讲座，也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夏令营阿嘎贝的英语品格营，是在7月7号到7月11号，报名到6月8号，目前已经有73位学员的报名额满是80位，额满是80位，所以剩下的名额不多，要把握时间名额不多，时间也不多了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个弟兄姐妹的子女或者是亲朋好友邻居，我们可以鼓励他尽快来参加志工也正在招募当中。好，萨克斯风的重奏班也开始报名，我们期待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加入。9月27号会有桌游比赛桌游比赛是在9月27号，但是我们会在6月8号的时候先进行桌游的教学。你如果担心不会玩怎么办？不会玩怎么参加比赛？那没有关系，我们就先来参加桌游的教学先来学会了就可以参加比赛有奖金好，第3季的纸本的新眼光，请小组长帮忙统计需要的数量，在6月10号以前向嘉玲执事来登记。60周年的特刊，我们也正在征稿当中，要征求见证还有文字的稿件可以投稿给这个陈玉新执事我们的台语圣经朗读比赛已经开始报名到6月30日，比赛的日期是在7月20日。那相关的办法我们可以看1楼的公布栏，也欢迎小朋友到成人是小朋友到成人，所以大家都可以参加职场宣教大会是在6月14号星期六的早上10点钟，在本堂的2楼要参加的弟兄姐妹可以在6月7号以前来报名。好，我们有一个来宾，对不对？
那个秀丽姐哈，那个来，请站起来哈，很久没有回来哈，我们欢迎她哈，欢迎她，应该是第一次到我们新堂来聚会哈，我们欢迎她哈。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哦，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1节到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提阿非罗阁下，在我所写的第1部书里，我已经把耶稣的一切事迹和教导，从他开始工作，到他被接升天那日，都叙述过了。在升天以前，他借着圣灵的力量，给自己所选召的使徒许多指示。受害后40天当中，他曾经向他们显现许多次，用不同的方法证明自己是活着的，又向他们讲论上帝国的事。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照我对你们说过的，要等候我父亲的应许。约翰用水施洗，你们却要在几天后受圣灵的洗礼。好，接着我们要请陈牧师来讲道，他的题目是等候圣灵。请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很高兴跟你一起敬拜上帝，很高兴跟你一起敬拜上帝。大家平安，端午节快乐！吃1颗粽子的请举手，超过3颗的请举手。哦，哇，好，很棒。好，这个粽子是一个好东西哦。好，但端午节呢，家家门口都会挂一个艾草。好，这个艾草是要做什么呢？驱邪避凶，好，还有除虫。好，因为古时候呢，因为医疗没有那么发达，好，所以他们认为很多的这些生病啊，好，这些的夏天当中的这些传染病啊，好，都是这个邪神好来搅扰的，好，所以他们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艾草，好，这样的一个驱邪，好，能够来换求平安。不过基督徒需不需要在门口挂一个艾草？那基督徒要做什么？祷告，好，基督徒可以凡事借着祷告，好，把任何的事情都能够逢凶化吉哦，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心里所要的告诉神，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好，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上帝的平安是超越我们所想象的，阿们。而在端午节当中，其实也是一个传福音、做见证的一个好时机，好，能够向这些还没有认识的人，怎么样认识耶稣人，好，怎么样来认识这份平安，怎么样能够去找到人生当中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好，这是很重要的，好，因为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就知道上帝能够使无变为有，使水变成酒。在端午节当中，好，有3天的连假，好，有一天，好，牧师，这一天想要去爬虎头山，昨天。好，但是想说这一天我可以爬到虎头山，再走从教会走到虎头山，再走回来，好，想要能够走2万步。可是呢，前一天的时候想说，我也可以走去哪里？走去桃园医院，可以去探访，因为好多会友住在桃园医院。好，在端午节当中，好，医院人也比较少，去那边探访比较有时间，可以跟他们陪他们讲话。所以我就昨天早上就真的走去桃园医院。好，所以发现我的脸变黑了。还好，回来赶快发现我脸怎么黑了，好，赶快涂一些那个防晒啊，好，但是在走这个路程的当中呢，我发现说，常常这样子开车啊、骑车啊很快，可是，在走的当中发现，走不同的巷子，好，经过邱明杰家，好，经过很多人的家，好，经过很多人的社区，说，更有机会认识到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平常的生活都在做些什么。虽然是连续假日，虽然在放假当中，但是你也可以感受到住在这个区、这个里、这个社区的人，他们的生活、聚落的方式、形式是什么？也让我在思考说，有一天如果我们可以把福音带到这里来，可以与这个地方的人、社区人分享，要怎么样来跟他们做见证？要怎么样来跟他们分享耶稣的好消息？下礼拜是圣灵降临节，好，在基督教1年有3个重要的节日，一个是耶稣出生，叫做圣诞节，一个是耶稣复活，叫做，还有一个第3个节日叫做
圣灵降临节。好，不过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会庆祝圣诞节，会庆祝复活节，我们很少在庆祝圣灵降临节。甚至可以说，在很多的教会当中，对于圣灵当中，对于圣灵没有很多的了解，或是很多的问号，很多的疑问，因为它不像圣经，不像耶稣有一个马槽，或是像复活一个十字架，在圣灵降临，只能够找一只鸽子，这鸽子怎么样子？为什么圣灵像鸽子？其实有很多我们需要学习。如果我们有上 A1 的基要真理的时候，我们在讲到认识圣灵的时候，会有比较清楚的帮助我们来认识圣灵。可是圣灵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因为教会就是从那一天开始。还有圣灵降临节呢，在旧约叫做五旬节，而从这圣灵降临之后，也让我们看见福音怎么样从耶路撒冷传到全世界，到我们今天的台湾都能够听到福音。但是我们也可以去思想，如果上帝可以重新在五旬节圣灵降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快一点？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很多的这个业界都会改良，提升它的效率，提升它的关键绩效指数，提升它的 KPI， 怎么样能够更短、更有效率，然后效果更大？如果上帝再重新回到2000年前五旬节那个时候，上帝会不会重写使徒行传？会不会重新改变方式？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让这个圣灵降临更有能力？不用到了2000年，福音才只有现在这样子呢？其实我们这个礼拜3要开始来共读《使徒行传》，我也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带着不同的问号、不同的思考来思想，为什么上帝要用这样的方法让圣灵来到世上，用这样子的节奏让圣灵的工作这么长、这么漫长的时间，然后一直传到现在呢？这是一个在今年美国盖洛普调查，他做了一个数据，从1930年到2020年将近100年的时间，美国基督徒的比例的人数从将近100年前，美国基督徒的比例还接近80%，接近80% 是基督徒，但是呢，在2000年之后，美国的基督徒人数就快速的下滑。到近年呢，那接近疫情当中下滑的更严重，这个2020年是刚好疫情开始的时候，所以2020到2025呢，这可能会看到这个数字可能会更惊人。这个调查呢，在基督教机构做了3个结论。为什么美国的基督徒人口下降，教会人数减少呢？是因为世俗化加剧，教会也想要跟社会一样，追求金钱，追求名声，追求地位，追求世界上的享受，让教会跟这世界呢一起在追求世俗，追求世界。第二个呢，就是教会，特别是教会界当中大型的教会、指标性的教会，这个 mega church， 100人、万人以上的教会呢。这些大教会很有名声，可是这些大教会当他们出问题之后，让整个不是只有教会出问题，让美国人对于教会、对于基督的信心、信仰也崩盘。所以看到牧师也会犯丑闻，牧师也会污钱，牧师呢也会对婚姻不忠贞的时候呢，让人都对这个信仰、对基督都起了疑惑、疑问。第3个关键呢，就是教会的下一代青年流失。教会都剩下白头发的，都剩下年长者的，而年轻人不再也来教会，不再在教会当中出入，对，失去这个信仰，所以这是他们看到在这个美国的基督教信仰的危机。而台湾的教会，其实也是在美国一样，只是没有像美国这么样的加剧。台湾教会还算是在一个复兴的阶段，但是台湾的教会也要谨慎，因为我们看到台湾教会也没有世俗化。台湾的教会，大教会会不会有丑闻？如果你不晓得，不是没有，只是他们包装得很好，让我们看不出来。台湾的教会青年有没有在流失？有啊，所以这一些呢，都可能会导致我们接着台湾的教会人数也会下滑。早期台湾长老教会号称有30万人，在60年前，就是来台宣教100周年的时候，那时候发起一个很有名的10年的叫做什么 PKC PK 贝加运动贝加运动PKUT 都是用白话字的第一个英文缩写贝加运动，用10年的时间，教会要从200多间变成500多间，10年时间信徒人数要倍增，10年的时间奉献要倍增，有没有达成？
有10年内长老教会从200多间变成500多间，到今天好又北加好变1200多间，好那是已经过了60年，好又过了60年。但是在这个当中，教会好像已经从号称的最高峰30万人，已经现在可能不到20万人，教会也在流失，这是我们面对的问题。而我们看到全世界这么多的教派，从天主教有12亿，改革中有6亿，然后这些独立教派、东正教、福音派200年前的福音派，到100年前开始的这些五旬节教派。我们发现五旬节教派只有短短120年的时间，但是他们的基督徒的人数呢，将近超过6亿5，还在增加当中，可以说是在这2000年的教会历史上增长最快的一个教派，超越了500年前的新教，也超越200年前的福音派，只有在短短的100多年出头的时间。有一个可以让我们来思想，为什么福音派他们传福音，教会的增长，他们有抓住什么秘诀？我相信这个秘诀就在我们要共读的《使徒行传》当中可以找到。他们就是回到五旬节，回到圣灵降临节，回到起初圣灵降临的时刻，到底那个感动的能力，还有那个感动人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到底那个火焰，那个圣灵如鸽子，圣灵如火焰，圣灵如大风，如舌头，到底在人的身上带来什么样关键的影响力，让人愿意能够为了福音出去，去为主耶稣来做见证呢？今天我们读的第一章的前5节，讲到了几件事情。第一节讲到了路加，他写这一封写了这一封使徒行传，写给一个人叫提阿非罗。这个提阿非罗有可能是在为保罗辩护的一个律师，而他要帮助保罗在罗马的这个官司能够胜诉，所以他说：“我已经在第一部的书，就是路加福音，把耶稣一切的事迹教导，从耶稣开始工作到他被接升天，都叙述都讲完整了。”所以读路加福音，我们今年3月到4月读完了路加福音，知道耶稣一切的事情。但是接下来6月到7月，我们要读的是使徒行传，而接着呢，什么事情呢？第2节到第3节，耶稣在升天前，借着圣灵的力量，他跟自己所选召的门徒使徒有许多的指示，在这40天当中，向门徒多次的显现，用各样的方法证明耶稣真的活着。他曾经叫一个多马，在多马的面前，因为多马不相信耶稣复活，他是耶稣的学生。他说：“多马，好，你用你的手来深入我的这个钉痕，刺入我的肋旁，看看我是不是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所以让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之后，他的形体跟他在上十字架是一样，但是他的外貌不一定一样，因为耶稣复活之后，我们在复活节那一天有讲到以马五斯的2个门徒。跟着耶稣走了一整天，可是呢，他们却认不出耶稣。一直到耶稣擘饼的时候，他们才认出这是耶稣。可是复活的耶稣有钉痕，他有肋下，还有这个罗马士兵用枪凿他的这个枪痕，受伤的痕迹还在。但是耶稣用各样的方法证明他还活着。但是耶稣要升天之前，要交代门徒很重要的事情。好，我们一起来读第4节和第5节，请。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照我对你们说过的，要等候我父的应许。约翰用水施洗，你们却要在几天后受圣灵的洗礼。这里讲到了3件事情。第一件，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第2，要等候；第3，要受圣灵的洗礼。耶稣在40天在这地上跟门徒在一起，除了见证自己活着之外，还有一个他要传达的，就是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第2个，要耐心的等候；第3个，每一个人都要受圣灵的洗礼。我们一起说，要受圣灵的洗礼。什么是受圣灵的洗礼呢？当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不要很快就读过，我们必须要慢慢的读，必须要停下来好好的读，到底什么是受圣灵的洗礼？如何让圣灵能够像2000年前在门徒的身上，而2000年后圣灵也继续在我们身上能够为主做见证？有3件事情，今天牧师要跟大家来分享。
第一件事情，耶稣告诉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门徒想要离开耶路撒冷呢？有好几个原因，因为他们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们受到很大的打击。有的想要逃避苦难我如果继续留在这边，可能会跟耶稣一样被抓去审问，被抓去公会里面鞭打，甚至被抓去监牢里面，被比拉多钉在十字架上。有的呢，他们想要寻求舒适的生活，因为跟随耶稣这3年甚至3年半的生活很辛苦，从这边到那边。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怎么样？没有枕头的地方，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啊！”所以他们跟随耶稣这3年来，发现最后结局是这样：与其这样都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他好好的回去工作，这3年他或许还可以赚了很多的钱，可以好好的买房子，可以好好享受他的生活。想要回去追求他舒适的生活。有的人离开，可能像犹大出卖耶稣，心怀不安，上吊自杀；但有的人离开耶路撒冷，像彼得、像约翰兄弟他们一样，回去到加利利。离开耶路撒冷，回到北边加利利做什么？重操旧业，去撒网，去捕鱼。结果在半夜抓了一整天，都没有抓到。可是耶稣出现的时候，叫他们到水深之处捕鱼，一抓上来，哇，100多条的鱼，100多条的鱼。耶稣要他们不要离开，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困难和环境，但是耶稣给他们一个很清楚的指示：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不要离开呢？因为好事要在这里来发生。如同神也在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人生当中的苦难离开教会。接下来这礼拜3的祷告会，为毕业生、为考生祷告。很多的学生遇到考试，他就离开教会。在很多的人生想要追求舒适，来教会要服侍。我们现在在征求爱餐的这些志工，洗碗的志工，哇，很累啊！不要来教会好了。有的人呢，可能带着心怀不安。我去探访的时候，有一天要说，他跟我分享说，他在年轻的时候有机会当执事。可是他拒绝了，所以因为他拒绝了，所以现在上帝就惩罚他，让他生病住院。我说，上帝不会这么为了这件事情来跟你追债因为你，但是他心里面真的这样子想，他已经在我面前讲了2次，讲过2次，你就必须要帮助他，因为这是魔鬼的控告和谎言和欺骗，让他没有活在上帝的爱中，让他一直活在控诉当中，心怀不安。有的人离开教会。他想说，我来教会没有比较好，兄弟啊，没事啊，家事啊，钱事啊，欠钱免还，我干脆回去过我以前的生活。但是神说不要离开，因为更好的上帝要赐给我们。更好是什么呢？要等候应许的圣灵。请大家说一次。来到教会最好的事情，什么事情？得到圣灵。你有没有想过，来到教会最好的事情，不是只有听讲道，不是只有吹冷气。来到教会最好的事情，不是只有参加聚会，不是只有读圣经、明白神的话。来到教会是能够领受上帝的灵，上帝的圣灵，他把这份礼物赐给我们。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耶稣也这样对门徒说：父亲都知道要拿饼给儿子，不会儿子要饼就给他一条蝎子，要鸡蛋然后就给他一个石头。父亲都知道拿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儿女，更何况天父岂不把好东西是什么？圣灵给我们吗？所以来到教会，我们一定要知道，来教会最大的祝福，不是只有换到60周年的纪念毛巾，不是只有去参加全教会的退休会。来到教会的祝福，不是只有换的这些物质上的，而是上帝的灵，上帝的圣灵。但是呢，耶稣告诉他们要等候，要等候，要等候。但是这些门徒在等候什么呢？我们看使徒行传，有的门徒在等候主啊，这时候是你在复兴以色列的时候吗？他在等候他的国家能够独立，能够成为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能够 make Israel great again，make Taiwan great again。有的人在等候他的国家、他的公司、他的民族能够复兴；有的等候耶稣怎样从这里被接到天上去，等候耶稣从天上再来。
如果他只有在耶路撒冷等候耶稣回来，他等10个辈子都等不到，因为已经过了2000年，耶稣还没有回来。所以可见耶稣要他们在耶路撒冷城里等候，不是等候耶稣再回来，只有等而已。有人在等候其他世上的门徒回来，因为门徒跑的跑，逃的逃，闪的闪。可是有的人留下来，哇，看到你很高兴，你又回来了，很高兴。好，今天看到姐妹回来了，很高兴。好，但是呢，不是只有等候这件事情，要等候的，好是等候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耶稣被接升天是第40天，复活的第40天，他升天。复活的第50天，圣灵降下来，这中间有几天？10天。这10天他们在做什么？就是在城里面等候，在那里学习同心合意的祷告。这10天他们在一起的祷告，让他们知道他们要求的是父所应许的圣灵，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等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牧师的一生，特别在服事，有很多等候的经验。记得印象很深的，就是从嘉光教会在等候要去美国这个签证工作签证，本来想说律师说等8个月，结果等到第15个月还没有下来。那时候为了等呢，就不剪头发，跟上帝许愿，像我们才知兄一样，头发越留越长。这个头发呢留啊留，留到实在是已经到了4月，那一天我还记得是4月1号，什么节？愚人节。那一天已经等了15个月，所以那天愚人节呢，一大早起来，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牧会然后呢也在等候。那时候住在放心坝的楼上，那时候呢不晓得上帝到底要等我们等多久。一大早就写了一个 email 写给这个美国的教会，说我们已经等了15个月，不晓得上帝是不是要带领我们，因为跟当初讲的8个月已经快要1倍了。然后就告诉他们说，再等3个月，再等3个月。如果3个月呢没有通过的话，我就不去了，就留下来。就那个 email 就按出去，送出。没有2个小时，我记得几个小时之后，收到一封 email， 不是那个教会寄来的，谁寄来的？美国的律师寄来的。他说我的签证已经怎样通过了，通过了。一看日期，3月就已经通过了，现在都已经4月1号，他才告诉我，害我还写了一封信，还寄去给这个美国教会。不过我很庆幸的，我还告诉这个教会说，我还愿意再等怎样，再等3个月。其实很多的好事，当你愿意等候，就会发生。跟你旁边人说，只要等候，好事就会发生。牧师有时候半夜会收到弟兄姐妹传来的讯息，牧师，我很苦，我不想活了。我都会告诉他一件事情，你再等3天，如果你不想活了，再等3天看看。我不是鼓励他，但是我是说，你再学习，再多等几天看看。通常不用等3天，不用等到3天，他就会发现，明天的太阳不一样了。只要有人听你祷告，有人陪你祷告，有人为你祷告，3天之后，你觉得绝望的事情，都会看见美好的事情有可能发生。如果3天没有，就等多久？等3个月嘛。如果等3个月没有的话呢，就等3年。我上次说，刚才说，第一次要去美国等了15个月，第2次要再去美国回来台湾，真的等了3年，等了3年，签证下来，可是去面试没有通过，去面试了3次，第4次也被拒绝，但是我知道上帝的带领，所以在最后的时刻，上帝把我们带回来迦南教会，这也是一个等候。所以当你愿意等候，上帝就让美好的事情发生。你不想等了，你想要结束这一切了，你想要把这一切都画下句点来 ending 的时候呢，你是照自己的剧本，就看不到上帝的剧本。耶稣告诉这些门徒，你们要在城里面等候，因为这是耶稣在这3年半传道教导，还有他受难受十字架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等候这一件上帝所要赐下的礼物是什么呢？圣灵。圣灵的礼物怎么样送给人呢？透过洗礼。所以耶稣说要受圣灵的洗礼，请大家说一次，要受圣灵的洗礼。你知道自己有受过圣灵的洗礼，请举手。好，谢谢。有的人很勇敢的举手，或是很快的举手；有的人没有办法举手，或是不清楚举手。
其实受圣灵的洗礼，对很多人来讲，你会听到很多不同的教导，特别在网络上，特别很多的灵恩教会他们教导，受圣灵的洗礼要怎么样？说方言，然后呢，圣灵充满，圣灵要充满怎么样？哇，你要全身会发热，会觉得有电流，会被电到，或是受圣灵充满之后，你会突然看到异象。你受到圣灵充满之后，上帝会对你说话，会让你说预言，上帝会给你能力，能够去医病，能够去赶鬼，能够行神迹，能够抓毒蛇、喝毒药，像路加福音说的，行很多的神迹奇事。干脆从圣殿的8楼跳下去好了，看看，好被圣灵充满。受圣灵充满只是为这一些吗？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清楚的时候，我们就找不到为什么感觉我没有被圣灵洗礼，被圣灵更新。我们必须要读《使徒行传》，好好的明白什么是受圣灵的洗礼。受圣灵的洗，这是下个礼拜牧师要分享的内容。但是今天牧师先跟大家讲下个礼拜的结论：圣灵的洗礼带来4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大家说一次。当你被圣灵充满，你一定会去讲神的伟大。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神。如果一个人说他被圣灵洗礼，可是他所说出来的神是一个小气的神，是一个躲在黑暗、躲在背后在指控别人的神，这不是受圣灵的洗礼。当你被圣灵所更新充满，你的开口就是要谈论神伟大的作为。神多么伟大呢？我们来念第2点：神借耶稣在人中间施行拯救。神的伟大不是他创造了天地万物，像我们昨天读到的诗篇，上帝7天的创造，不仅仅是前一天，不仅仅是这样，上帝的伟大更在于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赐给我们，让他道成肉身，以马内利，救一切信他的罪人。而神怎么拯救？神怎么伟大？第3点，我们继续来读：神使耶稣复活，立他为主基督。神证明这件事情，让耶稣做了一个从古至今没有人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让他从死里复活。在耶稣复活以前，也有很多人复活过，包括拉撒路也复活了，包括在旧约当中，以利沙、以利亚都曾经让死人复活。但以理也看过复活的异象，但是这些复活的人后来又都死了。只有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之后没有死，他像以利亚一样被接到天上去了，被接到天上去了。所以他到天上去，他不是像以利亚在天上跑来跑去，耶稣到天上被立为基督弥赛亚。所以这件事情让耶稣基督，这本来是2个人，耶稣是耶稣，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基督是以色列人所等待的受膏者，是一个弥赛亚，是一个救世主。可是在五旬节那一天，耶稣基督变成同一个人，所以我们称他是耶稣基督，是同一个人，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而这件事情我们怎么知道呢？第4，我们一起来念：圣灵把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当你读《使徒行传》第2章，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站起来讲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的那一天的早上9点钟，这个事情在120个祷告的人身上，他们用15种不同的地方的语言，都在谈论神的伟大。里面在讲说神怎么样差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施行拯救。他们这120个人都在跟每一个天下回来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跟他们分享神已经让耶稣复活，把他接到天上去了，而且在天上让他成为基督。圣灵这件事情怎么知道？是因为圣灵如同一个大响声，有大风吹过，有圣灵如火焰如舌头降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把这个千真万确的事情都降临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这事的见证人。受圣灵的洗礼，就是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跟你旁边说，圣灵的洗礼是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圣灵的洗礼是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你可以说方言，
你可以说预言，可以医病，可以赶鬼，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为耶稣来做见证，就不能够说是受圣灵的洗礼。五旬节，圣灵降临节，在英文叫做 Pentecost。Pentecost 是在旧约当中的五旬节，意思就是5个10，是从初熟节开始，过了749天，到了第50天，是在庆祝一个收获节，77节收割节，是在庆祝收割的时候。我们在复活节那一天在这边做礼拜，撒下去的种子，你从那天开始种，然后呢开始发芽。我们那天比较晚撒种，不过你现在如果去49号的9楼看，这些稻米呢已经开始长高了，然后呢准备要开始结束。当它长到这里来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今年收成可以有收成。但是在以色列，在中东地区，他们在77节收割节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今年所撒的种有没有机会收成，因为他们天候比我们更稳定，在那边他们没有台风来搅扰，所以他们只要按着有春雨有秋雨，不要有饥荒，不要有蝗虫，然后只要看到这个情节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庆祝收割收获。圣灵也是让我们听了耶稣的道，如同一颗种子撒在好土里面，然后开始茁壮。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就确保这个种子不会发育不良，不会让这个种子听不见福音，就在路上，在石头上被晒死，被鸟啄走，而是能够结出果实来，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五旬节是要让每一个信的人被圣灵所充满，阿们。所以下个礼拜是圣灵降临节。如果你在这个礼拜，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不确定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你一定要好好的拿出圣经《使徒行传》第1章、第2章，好好的来读它。到底那一批人被圣灵充满，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到底他们是怎么样被打通的6都任督二脉，能够来接受到圣灵在他们身上的能力呢？所以没有被圣灵充满前，不要离开；没有被圣灵充满前，要等候；没有被圣灵充满前，你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请跟牧师一起说一次：没有受圣灵充满前，不要离开；没有圣灵充满前，不要离开。第二个呢，没有圣灵充满前，要等候。第三个，没有圣灵充满前，要受圣灵的洗礼。很多人没有举手，你不要离开。你不要想说，我可以离开教会，我可以去传福音，我可以去为主做见证。你所传的福音，所做的见证，不是依靠圣灵，是依靠自己的势力，依靠自己的聪明，依靠自己的智慧，是没有圣灵的帮助。但是，当我们带着圣灵帮助出去传福音，会有极大的果效产生。怎么样让圣灵在我们身上运行？要等候，你要沉静下来，你要花时间。让圣经、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圣经的真理当中，去明白神要做的事情。当你接受圣灵的充满，知道圣灵真的住在我身上，圣灵与我同在的时候，我相信你不论到任何的地方去，到任何的教会去，到任何的地方去，上帝都要与我们同在。就如同这120个门徒，他们在被圣灵充满以前，他们非常的害怕，躲在屋子里面不敢出去。他们怕一出门去就怎么样，惹上麻烦。他们怕一出去就被人家查户口、查水表，然后家里面人就有出事情。他们很怕出去之后被人家认出，你是那个耶稣一起的，你跟耶稣是同伙的。你那个耶稣做了这么多事情，我们要找你的麻烦，我们要处理你。可是当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没有继续的在屋子里面关起来，而是他们开始走出去，勇敢的出去，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圣灵的充满，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1到8章，我们看见这些门徒120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如何在耶路撒冷的城里面，有圣灵的能力在他们身上，他们怎么样过凡物共用、彼此相爱的生活，能够在城里面带领祭司，那些祭司都还在圣殿里面上班，
可是这些祭司都来教会受洗，信耶稣。后来有没有再去圣殿工作，不晓得。但是他们成为受洗的基督徒祭司。而从第8章到第12章，看见他们开始分散，因为教会受到迫害之后，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出去，然后呢，开始在犹太地、撒玛利亚传福音。腓利他就带领在埃提阿伯的太监受洗，彼得去帮这个哥尼流受洗，全家受洗，在不同地方带领外邦人也来信主。从到第13章跑得更远，从安提阿教会，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跟着巴拿巴开始布道旅行，搭船去登岛，然后去比西底的安提阿，去到小亚细亚，甚至后来第2次过了爱琴海，去到了希腊，到了腓立比，后来去到了哥林多，在了以弗所，在那边18个月，在那边2年3个月，花很多的时间在不同的地方传道。圣灵在他们身上带领，让他们把福音一路带到今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福音跟着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人，圣灵充满的人越走越远，把福音传到地极。所以福音在400年前跟着荷兰人来到了台湾，160年前跟着英国人来到了台湾，然后在马街来到了淡水，福音就这样子一路传，传到了今天。刚才一开始说，牧师昨天走到桃园医院，步桃5公里，大概要走80分钟，走80分钟。可是我想到马街，他从淡水要去新竹，一天走到中坜，一整天哦，从早上淡水出发，他晚上就走到中坜，然后在中坜过一夜，隔天再走到新竹去，要走几个小时？要走更好几个小时啊，6、7个小时，7、8个小时在走。我们今天才从桃园才走到内坜，就快受不了了，也没有受不了，但是我们不会这样走。可以想想，在台湾这一群马街、甘维林、马雅各、巴克里，还有很多的蓝大卫、李修，这么多的传道人，他们这样子为了福音，他们不是被圣灵充满吗？他们为什么要走这么远的路，去到日月潭，还坐船去到澎湖，去到兰屿，去到台东？在那时候没有高铁、没有自强号的时候，他们要去那么远的地方，要去分享，因为圣灵在他们身上催促了他们要去跟人家分享耶稣复活的好消息。所以耶稣在升天以前告诉他们这3件事情：不要离开，要等候，要受圣灵的洗。好，我们把这3件事情再说一次：不要离开，要等候，要受圣灵的洗。我们一定要有教会的生活，一定要有上帝的话语，我们一定要学习耐心的等候，一定要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当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能力。我们一起来读刚才今天读过的金句，再来读一次《使徒行传》1章8节起。可是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充满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甚至到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当我们得着这个能力，你就要在天涯海角为耶稣做见证。受圣灵的洗，就是让我们能够为耶稣做见证。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家来分享耶稣，我们不能够讲出神做什么样伟大的事情，不能够讲出上帝如何差遣他的爱子耶稣来救世人脱离罪恶、脱离死亡，我们还没有得着圣灵的能力。可是当我们能够分享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就在我们身上。我想到我决定想要当牧师，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在大学3年级的时候去参加神学院的一个寒假的营会基督精兵营。在营会当中看到上帝的呼召，看见上帝的美好，然后也看见在神学院能够来怎么样为主传福音。所以从1996年开始，就有一个心想要感动，将来能够来传福音，为主做见证。但是那时候我才大学生，不晓得上帝要怎么样带领我。然后呢，后来我在大学毕业以前就去考神学院，退伍之后呢，就从神学院就读了3年。2002年，在我神学毕业以前，从出生然后呢读书，甚至连当兵、结婚，通通在台北。
从来没有离开过台北市，好，只有过年过节会去宜兰看阿公阿嬷，好，都没有离开台北。所以当我神学毕业抽签，抽到的教会叫做柳营教会。柳营是什么地方？听都没听过。好，然后第一次呢，好去柳营看，哇，那附近很多地名，什么古瓦港、下营，好，然后中营，好，然后下面大卡腿、小卡腿，好，然后果义后，哇，很多的地名，从来都没听过。这是另外一个星球吗？这是另外一个世界吗？好，结果呢，上帝把我带到台南，好，在那边3年1个月的时间，让我发现这边的人也可以来跟他分享福音，如何把耶稣来介绍给他们。但是你不是遇到人就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你要不要信耶稣？你必须要先去关心他们，好，先去爱他们，先去陪伴他们。好，所以上帝带领我在那边3年的时间，好，能够在那边带领人来认识耶稣。后来上帝又把我从台南好带来桃园，在2005年好来到迦南教会当青年牧师。所以上帝就感动我说，迦南教会在火车站的旁边，附近有百货公司，整条街都是补习班。那时候楼下都是电脑街、电话街，后来现在变成饮料街。这么多的年轻人在那边进进出出，每天从教会门口进出的人多少人？好几千人。我那时候在柳营教会，每天从教会门口经过人多少人？20个人，一整天算下来啊。我还曾经跟人家分享过，你可以躺在教会的门口马路上面，都不会被车压到，因为都会有人经过。它很乡下、很偏僻的地方。可是这个教会不是啊，你可以躺在教会门口看看啊，好，每天很多人进进出出啊。但是你要怎么样跟路人来传福音做见证？所以上帝就带领我操练，能够跟着年轻人一起来服侍。后来又去开拓了嘉光教会。一直到2015年、2016年，上帝又把我从桃园带到美国去，去到内华达州，在那边去到那边怎么样跟在美国的台湾人，在美国的美国人，或是在那边出生的第2代的台湾人、第3代的台湾人，可以跟他们来分享福音，带领他们来认识耶稣，能够来分享耶稣的好消息。本来以为上帝要把我带到更远的地方去，因为带我去那个波士顿，可是呢，2021年疫情回来到台湾，但是上帝让我在1年当中，同时来牧养3间的教会，一个在夏威夷，一个在波士顿，一个在台中，在1年的里面，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让我好像看到，我也成为使徒行传的这些使徒一样。能够有上帝的能力，好，让你能够把这个不可能的、想不到的，但是上帝一点一滴的带领我们脚步，能够不断的往前。我不是说鼓励大家好都要出去传福音，因为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需要有弟兄姐妹来建造教会，但是我们也看见教会也需要差遣人出去。所以我记得在迦南庆祝50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50周年。庆祝50周年前，我们就差遣了25个弟兄姐妹，从迦南教会去开拓嘉光教会。现在这25个弟兄姐妹，还有1半以上都还在嘉光教会，好，在那个地方，好，在武林高中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我们也很希望能够继续有更多弟兄姐妹愿意委身，好，带着圣灵的力量能力，能够出去与人来分享福音，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在2017年，福音协进会做了一个教会的普查的这个统计当中，这普查呢，就是从2017到2022，2017年呢，那时候整个台湾教会的儿童主日学的人数大约有10万人，但是呢，5年之后，经过了疫情，好，那时候2022疫情还没有结束，在2022这些10万个儿童呢，好，他们继续的追踪调查。还有多少个在教会呢？那时候5年后，他们已经是青少年了，剩下53000个，将近一半腰斩。所以，我们今年要办夏令营，好，假设招了80个小朋友，好，能够有来到教会有10个好了，好，80个有10个留在教会，多不多？我们觉得少，可是对教会来讲，你有10个小朋友愿意留下来在教会参加主日学，很棒了，很多了。
但是呢，这4个小朋友呢，好不容易在教会留下来，在经过几年后，可能又可以再留在教会的，5年后可能剩不到一半。好，这个是一个台湾教会普遍的现象，普遍的现象是这样。所以我们真的要思考问题在哪里。我们需要有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放胆的、勇敢的为耶稣做见证，能够把这个耶稣的复活，能够带给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年龄的小朋友。这是2022年这个福音协进会的调查，他也另外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教会数目一直在增加，可是教会的全部加起来聚会人数却怎样？减少。所以跟一开始讲的，美国的教会也在走下坡，台湾的教会整个加起来也在走下坡。虽然有很多的新兴教会、五旬节教会、灵恩派教会很积极在传福音，很火热的，可是呢，这些保守的教会、新教的教会、教派的教会呢，人数都在下滑，都在递减。所以这边增加，这边减少，最后整体加下来，教会基督徒的人数在下降当中，这是一个警讯。如果我们在不是依靠圣灵，没有找回那个起初圣灵五旬节的能力的时候，哪怕我们办再多的夏令营，办再多的短宣队，再多的福音活动、社区的据点的活动，我们都没有办法带领人来信主，因为我们根本连开口都开不了口。福音协进会在去年又完成了另外一次的这个教会的普查，今年的报告。他在今年报告当中呢，也发现，疫情过后，教会比较乐观一点，就是教会的聚会的人数呢，维持的差不多，没有下降很多，而成人呢、青少年呢也维持的差不多，一点点的下降，没有像7年前降掉那么多。可是呢，危机一样在儿童，就是教会的儿童还是减少，而且下降的比例偏高。我们还是要继续来关心这些的儿童，因为现在的儿童都怎么样？照顾得太好了。现在的儿童，你要让他来教会，简单还是不简单？不简单呐，因为家长都会把孩子顾得很好。你要把以前是小时候小朋友这样，没人管，没人狗，囡仔了哪就可以佚佗，他去教会玩一整天，再回家，爸爸妈妈也不会问他你今天在干什么。现在会这样子吗？没可能，小孩子1个小时不在身边，马上随扣随到，你在哪里，在做什么？去教会几点回来？你要去教会干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接触儿童，要接触我们的下一代，其实需要改变策略，我们需要更有方法，否则下一代的儿童进不来教会，来教会好无聊，来教会不想要来教会，来教会看到牧师也不会跟牧师打招呼，看到弟兄姐妹也不知道跟教会要做什么，所以我们需要依靠圣灵的帮助。但是福音协进会在这个报告当中，他有2句话，我觉得很受用，就是他的观察，教会有很多什么回不来的羊，这些羊都曾经来过教会，可是呢，在不同的时期出去之后，没有等候圣灵就离开教会。没有带着圣灵就离开了，以至于他在外面怎样流浪？在外面有一餐没一餐。他知道他是基督徒，可是他不知道他可以做什么，他也不能够有见证，也不能够有分享的东西。他成为那个回不来的羊，这是很多教会的写照。我们的这个未陪餐会员的人数有600多个，而我们的教会的会友人数有500多个。所以这些离开教会，有的可能会去其他教会，但是有的离开教会没有去其他的教会，成为那个回不来的羊。第二个还有看到的问题是什么？走不出去的教会，教会都在内聚，大家都来教会，大家都来做礼拜，可是呢，大家都没有出去的行动，没有往外走，走不出去。要不要一起出去啊？不要啦，来这边就好，来教会吹冷气就好，来教会小组就好。以前我们教会还会在家庭小组，大家会出去在不同的家中小组。当你去到家中小组，就有机会跟这家中的人怎样分享，传福音、做见证，至少一起祷告嘛，可以看到他。现在不会啊，只有他来教会，你也看不到他家中的人，你也不知道他家里面的样子。教会变成走不出去的教会，这是今天教会的写照。
充满了许多回不来的羊，还有呢走不出去的教会。我们再一次把这个使徒行传1章8节再读一次，请。可是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充满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甚至到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我们必须要能够等候，不要离开。你要离开，至少要确定你是圣灵带领你离开，圣灵带领你的脚步，让你能够去，能够为耶稣来做见证，为复活的耶稣来做见证。今年迦南教会60周年，从去年我们规划到今年，我们不断的要带领大家走出去，走出去。我们已经走了很多地方，上次走到了台中，去看忠孝路教会，到云林的古坑，我们也有去环岛，有到台湾东西南北神学院或是不同的教会。特别在环岛的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礼拜的祷告会，对这个你可以去听他们的见证分享。每个去参加环岛的，这跟他们当初报名环岛的那个想象都不一样。当初他们在报名环岛的时候说，可以去环岛4天3夜看一看台湾，可是没有想到这一趟的出去，他们去到了马街，先是去到了台南，就是400年前荷兰人登岸的地方，在那边可能有台湾最早的教堂，不过现在都埋在土里面或是被水盖住。还有在160年前去到高雄，有那个玛雅各登岸的地方，上个礼拜几天前5月28号刚刚满160周年。然后去看了台南神学院、玉山神学院，看到很多台湾各地的教会，这些教会他们在那边屹立不摇。如果以我们迦南教会来看，哇，这些教会这么少，人这么少，这些教会的奉献这么一点点，跟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迦南教会比起来，他们干脆怎样？关门算了，好，来我们这边聚会好。可是没有，即便人再少，即便奉献再少，可是他们依然在那个地方，带着圣灵的能力，在那边为上帝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和姐妹，我们要勇敢的为主去，看一看上帝在不同的地方的作为。今天的教会不是只有一间的教会，是 One Church， 整个世界、整个地球都是一间的教会。我们怎么样看到上帝他奇妙的作为，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信仰的群体，在不同的世代当中，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今天是环境主日，我们不晓得什么是环境主日，因为环境主日世界环境日，这是联合国所定的，每年的6月初世界环境日。世界环境日再让我们看重上帝所创造这世界，世界环境日再让我们认识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环境。昨天牧师有机会走了桃园市，从市区走到了部立桃园医院，这一段的路途当中，认识我们的环境，住在这地的居民，一边走一边也在思想，如果我来这个地方，可以跟他们分享什么样的信息？如果来到这个社区，可以怎么样为他们跟他们来为耶稣来跟他们做见证呢？我们需要有圣灵的能力带领我们，哪怕你只是走出去，当你带着圣灵的能力，你走到任何的地方去，上帝的大能都要与我们同在。昨天我走到了医院，看了立志长老，2个礼拜前看到他的时候，是整个人休克昏迷，不省人事。那他整个人在这个急诊室当中，慈雅在那边哭得很严重，很伤心，很难过。但是昨天看到立志长老，他看到我眼睛发亮，然后跟他说：“你讲话下面人哦。”然后陈牧师他叫得出来，觉得真的是上帝的大能在他的身上，献上感谢。我们的人生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不晓得，但是当圣灵在我们的身上，上帝他的大能要与我们同在，好不好？让我们这时候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下个礼拜是圣灵降临节，我们求上帝的大能能够在我们身上来运行，求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能够为耶稣的复活来做见证，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疾病，胜过一切黑暗的权势。无论你所遭遇的困难，所遭遇的痛苦，所遭遇的压力有多大，只要给神3天的时间，在这当中等候神所应许的
上帝要必他用他的大能来帮助你，来帮助我。我们一起开口来向神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向主来祷告，因为你是垂听祷告的神，你是使无变为有，使水变为酒，你是使万物都更新的神。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你借着耶稣所差遣的圣灵来宣布神悦纳人的喜怜。我们不再是活在惧怕当中，我们是活在神的爱当中。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今天就是得释放的日子，今天就是能够跟神亲近的时刻。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圣灵啊，请你来帮助我们，请你来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在你的里面领受你的大能，领受你圣灵的浇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永恒话语赐下无限生命，用恩典的馨香气息祝福着你，让我们全心跟随你带领。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用你的慈爱，用你的圣灵浇灌我们，更多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哈利路亚！用无数的白昼黑夜孕育着你，主的人情，感恩的心情，现在都是愿意倾吐的心为心。让我们来求告神。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身体，不疾病要过去，神迹在运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着你，黑暗权势要离去。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着你，全力看见你荣耀，你复兴降临。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着你，全力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我要邀请大家闭上我们的眼睛。如果你没有感受到神对你的爱，我要邀请你这时候跟着牧师一起开口来祷告。如果你没有感受到圣灵与你的同在，你没有感受到圣灵要充满你，我要邀请你这个时候来开口，跟着牧师这样子来祷告。当我祷告一句的时候，请你跟我这样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天父上帝，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我要寻求你的面，我要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能力。寻求你的能力。我相信你爱我，我相信你爱我，我相信你已经借着耶稣赦免我一切的罪，我相信你已经借着耶稣赦免我一切的罪，借着耶稣医治我一切的病，借着耶稣医治我一切的病。你要使我的软弱成为刚强，你要使我的软弱成为刚强，使我的贫穷成为富足，使我的贫穷成为富足。借着圣灵的帮助，借着圣灵的帮助，我相信你要使我带着能力为耶稣做见证。我相信你要使我带着能力为耶稣做见证。求圣灵充满我，求圣灵充满我，与我同在，与我同在，明白神的爱，明白神的爱，明白耶稣基督的拯救，明白耶稣基督的拯救，让我能够勇敢的与人分享，让我能够勇敢的与人分享，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求你与我同在，求你与我同在。我这样子祷告，我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就感谢你创造这土地，慈爱浇灌，以慈爱浇
主，永不停息，时代因你爱延续，无休矣。是的，主，你要浇灌你的爱，浇灌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心中。永不停息，时代因你爱延续，无休矣。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恐怖疾病要过去，神迹在于此。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黑暗权势要离去。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全地看见你荣耀，你手心降临。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是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2000年前，你已经决定要爱我们到底。在2000年前，你已经让圣灵浇灌在这土地上。400年前，你已经把福音带到台湾。160年前，你已经让宣教士走遍了全台各地，让我们知道神是爱。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要把这一份的礼物，把这一份的好消息分享给人，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勇敢地走出去，把这一份的礼物与更多的人来分享，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见证人。愿上帝你帮助我们。下个礼拜圣灵降临节，在这个月的每一天，我们所到任何之处，都要看见圣灵你与我们同在。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感动与充满，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能够得着能力，从教会到你的家，到你的社区，到你的社会国家，到天涯海角，为复活的耶稣基督做见证，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那么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跟你旁边人说，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阿门。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将天敞开，神的荣耀要降临在我们当中。阿门。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得以敬拜。到这边，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收拾我们的这个。